请来继续来看今年的大学个人申请入学第一阶段台选的结果公布了，有71450个人通过。因为今年是第一届采用5科来选4科，降低到台选的限制，所以通过人数加真多，比去年加出到8000多人。也毋过，就是因为通过学生加真侪出来，所以即摆要选填志愿就更加困难咯。谁要考试要上？去年学长真正厉害，今年上场的学弟妹敢有法度像安尼？大学学测今年头一摆5科采选4科，加上数学满积分人数是7782个人，比去年增加4000多人，是历史的新纪录。申请入学第一阶段通过人大爆炸，大学的门有较宽，不过家长同款袂放心。没有历届的参考值，比历届要来得高的时候，你一定是往上填。往上填，结果你根本没有办法去估算说前面，尤其是中间，就是金字塔中间的这一块，他觉得大胆往上填，结果共估的一堆。当你这个增加志愿数的时候呢，重复录取的比例也会增加。就是这些学生他进到辅大医学系的，通过他们的一阶嘛，对，但是他也通过其他学校的一阶，所以呢，他就到其他学校去了。所以去年辅大医学的情况就是没有人这样吗？是啊。一所一个科系就要1500或者是1200，那甚至要南征北讨，这个费用是非常非常的大。在去年或者是前年，就有小孩住在车站。经济弱势的学生呢，其实我们都会有减免，甚至就没有收了。议会的校长也都认同这样的一个做法。招联会表示，讲目前各校各系真试的费用是300至1500块不等，其收入户免费。今年出现的问题，会甲教育部讨论修正，未好多元入学变成家长的负担。